乾坤诺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尘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难道孤独又在？难道孤独山在？又在山在？烽火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世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郑板桥接旨，李善接旨，李方英接旨。总督大人，下官来迟一步。大人，扬州的命文，扬州府收到了吗？大人，收到命文，我就匆匆赶来金陵。求大人帮下官一把吧，帮帮忙吧，大人。哼，本官早就告诉你，把郑板桥放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哎呀，大人呐，下官什么办法都用尽了，可是他蹲在耗子里就是不肯出来呀。怎么就那么巧？早知道皇上有安排，我干嘛莫名其妙的找郑板桥的茬儿呢？你说？好吧，既然圣旨已到，你也怠慢不得。本官和你同返扬州。哦，多谢钟大人。请。哦，不，大人请，您请。钟大人，郑板桥在那儿。是您呐，板桥，钟大人呐！10几年前你救了我的梅子，我至今无以报答。没想到今日在此相见了。大人言重了，大人你，哎呀，来，快请坐，坐。哎呀，这不是吴大人吗？还不快给板桥赔个不是？好，不必了。板桥受不起呀。怎敢劳吴大人弯腰屈膝呀？郑大人，本府宴席也备好，请大人就坐去吧。是啊。吴大人请我去喝酒。这倒是件新鲜事儿啊！我突然想起那么一件事儿来。今天当着总督、巡抚大人的面儿，想把事情说清楚。要不然，板桥您可不去做那个官，
还是待在这个又管吃又管住的地方？郑大人有何教诲，本府愿洗耳恭听。好，那你就听着。第一次是板桥写诗作画，向贵大人请教。你说我是喝醉了酒戏弄你。第二次，板桥拦住了您的轿子，替民喊冤，你又说我是无理取闹戏弄于你，是不是？你还打了我20大板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写下了状纸告你，你还是说我戏弄于你。对，这些我都认。哎呀，本府有罪呀！您就海涵包容了。是啊，您就出来吧，我的板桥大人呐，您出来吧，求求您了。好了，这些呢我都知道了，你去告诉他，他今天如果敢在这儿打我20大板，总有一天我要在这儿挡住打他50大板。我想起来了，钟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郑板桥是为了那50大板的事儿啊。钟大人，你去告诉这事儿不大好办呐。郑大人是憋了一肚子的气，不出来，恐怕难平这场风波。况且皇命已到。你忘了郑板桥的话了，你打他20大板，他就要打你50大板，你就委屈一下吧。郑大人，我替他求求情形嘛。您看这事儿，说话不算数，何以为大丈夫？板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在大人杖责我的地方行个方便。吴大人，你们几位都在这儿啊？太好了。钟大人，不必客气。板桥你都看到了，曹大人他可以作证，还你50大板。谢谢大人主持公道。谢谢钟大人。不必客气。大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吴子坤让小的交给您的辞呈。吴子坤的辞呈上说，
今日遇到一个郑板桥，再来一个李板桥、张板桥，他的小命就没了。板桥，你可要多保重啊！以后的日子，大家都照顾不了你了。多谢各位了，你们也要多多保重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罗聘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啊，诸位，这是我刚刚收的徒弟，叫罗聘。来，罗聘，快见过各位师叔。各位师叔好。好。师傅，这是我刚画好的一幅画，给师叔们送行。啊，好。哦，来看看。看鸟高飞去，云海任翻腾，我欲乘风追，待到翅长成。不错，好诗呀！好诗，好，诗写得不错，画画得更好。哎，不错，好一个聪明的小子！哎，咱扬州又多了一个小怪。金东啊，你后继有人呐！哎呀，你看画画的真好啊！各位，告辞了，多多保重啊！多多保重，多多保重。郑板桥经历了10年的磨难，终于告别了扬州，踏上仕途，到山东范县就任县令。凭着他的满腔热忱和正气，鞠躬尽瘁，恪尽职守，以出色的政绩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。不久，就被调往山东潍县担任县令。但是，仕途坎坷，官场险恶。就在郑板桥上任潍县县令的第2年，山东、安徽、河南等地遭受了100年不遇的洪水灾害。郑板桥不顾个人安危，不顾某些官宦们的反对，毅然决定先斩后奏，动用皇粮以救百姓。但是，等待郑板桥的却是不公平的命运。板桥他不要命了。张大人，你看，张大人，你说怎么办？不能着急，急也没有用啊。我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奏明皇上。吾皇明察，山东潍县城池创于汉代，系土城。明崇祯13年，意图改石城，屡次维修，无奈水灾毁坏，城倒1425尺，违决，求赈银10万两。皇上忧天下，未面面俱到，未准。臣万不得已动用皇粮以工代赈，聚万人之众整修城墙。臣知犯下弥天大罪，启皇上降罪板桥一人一族，特呈
郑板桥。这个郑板桥啊，犯了国法还嘴硬。皇上，郑板桥在范县和潍县任上政绩昭昭，山东连续3年遭灾。前2年，郑板桥没动用1分赈银和赈粮就度过了灾荒。今年100年不遇的洪水泛滥，让潍县人民无家可归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郑板桥才动用了皇粮，以解救百姓。皇上，像这样的父母官，实属难得。2位爱卿，你们把申亲王拖来干什么呀？皇上，您明白了。2位爱卿，所言属实。皇上，微臣若有半句假话，请皇上治微臣诛灭9族之罪。皇上，臣不敢有半句谎言。哎，请起，请起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朕只是说说而已，2位爱卿何必当真呢？2位的意思，朕明白。你们欲谢郑板桥于死罪之外，朕没有说错吧？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各位爱卿，有本奏来，无本退朝。启禀皇上，臣有一本要奏。说吧。山东潍县县令郑板桥擅动皇粮，欺蒙圣上，犯大清律第36条58款，杀无赦。还有吗？皇上，吏部尚书所言极是，郑板桥私放皇粮，朝野震惊。他证明是假，给自己庶民是真，杀而无赦。还有吗？哪位爱卿还有本奏啊？还有没有了？皇上，郑板桥目无圣君，姑息不得呀。你懂什么？把郑板桥这样的好官都杀了，大清的江山社稷给谁呀？皇上息怒，名为国之本，这些道理你们都懂，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可做起来呢？把老百姓放哪儿去了？郑板桥动用皇粮，可他救活了老百姓，这份大恩大德，老百姓还不是记在朝廷的份上的吗？那些把国库的银两落进自己口袋里的贪官污吏，跟他相比，谁对大清的江山社稷更加有用？山东巡抚包括臣在。郑板桥治理潍县有功，赏银3000两，赐御笔之。臣遵旨。退朝。退朝。真是英明，是话这番话，真是圣明啊！哎呀，郑板桥是不是？包大人，包大人，皇上让您去一下。皇上，包大人去吧。
皇上。鲍爱卿，刚才我对郑板桥一案的裁决，你有什么话说？皇上果断英明，这是我大清臣民的福分。走吧。谢皇上。可是有人不这么看，他们会说我这是破了老祖宗的规矩，会说我是偏袒扬州这些文人。让他们说去吧。我刚才还留了一些话没说呢。我这里收到了不少弹劾郑板桥、李善和李方英的折子。你不必紧张。朕想说的是，他们不是坏官，可是他们只知道作画、写文章，而不知道如何为官。为此，朕已颁旨撤了李方英、李善的官职。至于郑板桥，他的那个山东潍县的县令嘛，你去告诉郑板桥，让他也别做了，让他把功夫多花在画画和写字上面，别因为政务的繁忙而误了他们的画业。不过郑板桥他不能走，朕有重任委任于他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1年1度的千叟宴就要到了，大清盛世，多亏了这些元老功臣们的鼎力相助，朕要好好的庆贺一番。朕封郑板桥为书画吏，让他把扬州的画师们都给找来，和宫廷的画师们一起为这一盛世，为这些元老们作画，让他们的功德世代流传。臣遵旨。谢皇上隆恩。小心啊！哎，师傅，你看那边。是啊，你看这景色多美。板桥，板桥，板桥，哎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板桥，真想死！哎呦，罗屁，真想死！哎呀，哎，这个啊，挂咱们这边。哎，这个就不用了。把那挂这边，就往这儿放。用底下歪了那边。挂那边。好。哎，各位，哎，行。哎，这板桥怎么还没来？哎，宫里的事说不清楚。来，干了！看来今天只有委屈板桥了。哎，要不咱们边吃边聊。吃菜啊，好，行。哎，我提议，祝苗大公子步步高升，官运亨通。这些个京官够神气的。神气什么呀？还不都是在吃国库？各位大人啊，我给出个题啊，出题考各位大人。您说说看，一首诗要有10个一。10个一，那个一能做10个一的话，哎，那您能做出来吗？你能做出来吗？我要答不出来，算个什么大学士啊？你们听着啊，你说的，一粒一梭一孤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，一主一客一席话，一轮明月
一江秋。哎呀，妙太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真无耻！妙啊，真是妙啊，实在是妙啊！妙绝了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这个无耻的家伙。谁呀？菜来了，干烧大鲤鱼。我算是服了，连我和板桥说的原话也偷过来了。师傅，是谁呀？这首诗啊，原来是你板桥师叔写的。啊？马上，来，来，师傅，我要作画。菜来喽！苗大公子，这是我敬您的。哎，小二，我们这位小兄弟想在你这儿做作画，麻烦你去给找些纸和笔来啊。哎，我要大号的笔。好嘞，您稍后。给各位大人都满上。来，谢谢苗大公子。来，大哥，你也喝2杯啊！苗大公子今天真是让我茅塞顿开呀，大饱了耳膜。没想到10个亿能做一首诗啊！高啊！金东，算了吧，这是在京城啊，算了。来，马上！金东，是哪位先生偷别人的诗啊？好功夫啊！板桥的诗，金农的画，你是一字不差，全都背下来。放肆！你是什么人？敢在此笑话本官？各位还记得我说过一个乌龟背酒桌的故事吗？那个背酒桌的人就是他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哼，你不是会画画吗？给我们几个大学士画几张像，一个人给你1000两。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一共是6个人，给你6000两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店家来喽！客官，这是本店上好的纸笔。干啥？画画？干啥？什么呀？这是这简直是啥怪怪的？不可思议！怪呀，不可思议！哦，客官，请问老板有几个秀才模样、穿着的人在此吃饭吗？哦，还有个小孩。哦，在，您楼上请。好，谢谢。请。啊。好吓人呐！你这画的是谁呀？你说像谁就像谁。你们都别动，你们一个也逃不脱。苗大人，身为大学士，和一个孩子斗气儿，不失身份吗？值得吗？郑板桥，你可是皇上刚亲命的书画官，你从扬州请来的些什么人呢？这种毛孩子无名小辈也算画师？就这等作品也能登千叟宴的大雅之堂吗？我敢和你比划斗诗。哎，苗大人，赏个脸，给小徒儿一个机会吧。啊！放肆！
子一个堂堂大学士，和你这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比划斗诗。哼！你们等着瞧，跟我走。走。哎，苗大人，你还没付银子呢，给老子记上账。哎呀，小罗聘呐，你怎么跟我一样呢？啊，头一次进京就闯祸。你个小鬼头！舅舅，这全是金农的小徒罗聘画的。哼，我看这回皇上还有没有笑脸？舅舅。哎，你给我把这些画挂在御画展上。哎，千万别让郑板桥知道。等千叟宴那天，也都让那些元老们看看。金老师，您的这招起可真妙啊！好，郑板桥叩见皇上。进来了。谢皇上，画已经挂好，请皇上预览。啊，好，请。皇上，请。画啊，那得看看。皇上请。各位元老，这些都是大清著名画师的画儿，也有从各地收集来此的皇上恩准的地方著名画师的画作，请皇上预览。大家随便看吧。好。这画的是什么呀？皇上，郑板桥，你替朕评说一下这幅画的优劣，说说里边道道。皇上，这幅画啊，微臣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啊。皇上，在这如此圣殿，竟然有莫名小辈的字画充斥其中，我看是有意戏弄圣上。莫名小辈？这里有哪些是莫名小辈之作呀？皇上，哎呦，皇上请看。哎呀，这啊，哎呀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！是啊，这作品也能登上大雅之堂？如何摆入素之下？这是罗聘，一个莫名小辈，从扬州来的14岁的孩童，乳臭未干，竟然在我大清朝为元老们准备的神圣画堂里边，让这种丑八怪含沙射影。郑板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皇上，一问三不知，你到底在查实些什么东西？是，皇上。朕一直以为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可你到底是真糊涂呢，还是假糊涂？微臣是难得糊涂。好一个难得糊涂啊！哎，郑板桥啊，朕看在允禧皇叔的面子上，这次庆典之后，本要把你带进宫去。可是，
又给朕惹出这么个事情来。皇上，尽管微臣不敢想，如果皇上恕臣不死，已是板桥之大幸了。潍县县令已经换了人选，我看你还是回扬州代职去吧。谢皇上不杀之恩，微臣遵旨。庆典之后即刻返回扬州。是啊，像你这种人，让你当官也确实累了点。起来吧。谢主隆恩。皇上，微臣可以告辞了吗？不行。朕喜欢你的字，也喜欢听你说话。这么着吧，你就刚才说的难得糊涂，写字一幅与朕，如何呀？怎么了？臣怕写错了。来人呐！在。笔墨伺候。这。在我这没事儿，说错写错都没事儿，没有别人，就没有人来挑你的刺儿。来这边。哎，好，放这儿。下去吧。请吧。臣遵旨。风和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非爱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善哉。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得糊涂自由在。难得糊涂，又在，难得糊涂，山在，又在山在。风和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非爱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看乾坤莫善哉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得糊涂自由在。糊涂难，由聪明转为糊涂更难。放一招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，非图后来福报也。写得好，真像是一幅写意山水画啊。皇上，微臣可以告辞了吗？回去后你要好好作画，朕还是会再去扬州的。臣谢主隆恩。请起来吧。
臣金敏之叩见皇上。金敏之，臣在。你来了。从先帝到如今，你在朝数十载，尽心尽力，劳苦功高啊！朕恩准你回乡颐养天年。皇上，请允许我跟太后告个别吧。不必了，皇上，你去吧。下去吧。是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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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郑板桥、李善、李方英他们都回到扬州了吗？是的。他们在干些什么？作画？作画卖画。他们都是人才呀，可惜他们人太耿直，不谙官道，所以他们还是画画的好。你说呢？他们的画中有一种清野之气，不像咱们宫廷画院的有些画。皇上，宫廷画院里有人传出话来，说郑板桥他们是一批画坛丑八怪。画坛的丑八怪？说这些话的人愚昧无知啊！他们8个人好就好在这个怪字上，如果不怪，他们的画就一点都不美，就会一文不值。说的对呀，有件事你信不信？皇上，信什么？他们的画会流传后世。转过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三载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得糊涂自由在。难得糊涂，又在，难得糊涂，山在，又在山在。中国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看乾坤莫三载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得糊涂自由在。
难得糊涂，又在难得糊涂。